TV。Hello， 大家好，我是 Lisa。最近呢，不知道是怎么样，有很多人呢经常留言啊，或者是私讯问我一些关于怎么申请社区大学啊，或者是怎么申请语言学校的一些问题。难道是申请学校的季节到了吗？好啦，不管是申请学校的季节到了，既然有人问嘛，那我就来介绍一下怎么自己申请社区大学或者是语言学校。其实说老实话，当初我申请的语言学校呢，并不是我自己申请的，而是我妈妈呢，她请代办帮我申请的。不过后来我到美国来之后呢，我才发现原来申请社区大学居然异常的简单，我真搞不懂为什么当初我要花这么多钱来请留学代办帮我办这么简单的事情。好，为了不让各位小娃娃们呢跟我一样以后后悔去请留学代办，今天呢我就要来为大家讲解申请社区大学或者是语言学校的步骤。首先呢，如果你有绿卡的话呢，那我恭喜你，你就上网把资料填一填，行李收一收，你就买张机票飞过来开学就好了。至于申请的方法呢，你就上你想要去的那间社区大学的网站的网页找，它就有教你怎么申请了。其实很简单，你就打开 Google， 然后呢，你就问 Google 大神说：“大神啊，大神，请问我要怎么申请学校呢？”好啦，你就上 Google， 然后打你要的学校的名字。在这边，我用我之前读的 Foothill College 来举例子。你就上 Google， 你就打 Foothill College Admission， 或者是呢 Foothill College Apply 等等的申请的关键字，你就可以找到要怎么申请了。一般的学校呢，都会告诉你怎么申请的。好，那如果你没有绿卡的话呢，申请也不难。你也一样上网搜你想去的学校，它也一样会告诉你要怎么申请，他们需要你提供些什么资料。我在这边呢，再拿 Foothill College 作为例子，你就上 Google 呢打 Foothill College International Student Program， 或者是 Foothill College International Student Apply， 或者是 Foothill College International Admission 等等的关键字 ，Google 一样呢会带你到正确的位置。好，可能我这样子讲呢，大家可能会有一点有听没有懂，那我就来示范一下好了。像我现在在这边打上 Foothill College。International， 你看这边就有一个 International Student Application， 在这边点进去，它就会教你怎么申请了。大家看有没有？这边呢，它就有步骤，详细的步骤告诉你怎么申请了。大家看这边，它网页都写 Five easy steps to apply to Foothill College。你看他们都说简单了吧？但是简单归简单了，我建议最好还是在开学半年前左右就开始申请，因为呢国际学生呢还需要签证，所以呢还是越早越好啦。好，那我现在就来讲解一下他说的这5个步骤怎么申请学校。第一个步骤呢就是这个 Complete, sign and submit the application with a copy of your passport and a recent photograph。它这个就是说呢，你要点这个 application。然后呢，它就会跑出这个表格，然后你要把这个表格呢列印出来，然后呢把它填一填啊，然后附上你的护照的复印件，加上你帅帅的或者是美美的证件大头照就可以了。好，那第二个呢就是 submit proof of English proficiency。这个呢其实就是要你提交符合他们要求的托福或雅思成绩，他们的成绩要求都在这边啊。好，那第3个呢，就是这个 financial statement， 也就是银行财力证明。简单的来说呢，就是学校呢，他想要知道你们有没有那个能力可以支付他们保护费啊，不是啦，是学费啦。所以呢，就是说你要去银行呢搞一张财力证明之类的寄给学校。那第4个步骤呢，就是这个 transcript， 就是英文版的高中原版成绩单，或者是如果你已经在上大学的话呢，那你可能就要给大学的成绩单跟高中的成绩单之类的。好，那最后一个呢，就是这个75块钱的 application fee， 就是要你付钱啦。所以呢，你需要点这个，然后呢去列印出来这一张信用卡委托书，然后呢资料填一填呢，跟以上我说的前4个加上这个第5个步骤的这些资料，然后装到一个信封袋里面去呢，一起寄给学校。在这里呢，我建议大家寄的时候呢，可以用快递，像是 DHL 啊，或者是那个使命必达的 FedEx 啊。建议选用快递的原因呢，是因为它比较快嘛，然后呢也比较安全，也比较不会寄丢。
好，那你东西寄出去之后呢，你就等他们的通知录取你，然后他们就会寄 I-20，也就是学生签证来给你。一般来说，只要你语言成绩够的话呢，学校一般都是会录取你的。另外呢，它这个网页也有写说，如果你有什么缺少的资料需要补件的话呢，他们会寄 email 通知你要补件。不过呢，这样你可能就要再多花一次邮寄费。所以呢，我建议大家还是看仔细你想要去的学校呢都要什么东西，一次搞定寄给他们就好了，不然又会花钱，然后又费时间的。好，那我以上说的呢都是 Foothill College 的例子。每间学校呢，他们要求的东西虽然都是大同小异啦，但是也有一点点的不一样。所以呢，请大家还是自己先去你要去的那间学校查查看，学校都要些什么东西，按他们的要求寄过去给他们就对了。好，那如果你没有语言成绩呢，或者是你的语言成绩不够的话呢，那你可能只能先读语言学校了。读语言学校呢，你要不然就是在语言学校完成它所有的课程，你就可以转去你要的社区大学；要不然呢，你就是在语言学校的时候呢，继续考雅思、托福，等到考过之后呢，你就可以转学了。顺便说一下，我是第二种，我是在语言学校里面继续考托福，然后考过之后才转学的。在这边我要请大家注意一下哦，不是每一间语言学校都可以的。有一些社区大学呢，他们可能不承认你所读的那些语言学校，所以呢，你如果去你想去的那间社区大学不承认的语言学校读书，你就算完成课程，你想转去的社区大学应该也不会让你入学的哦。所以请大家要申请的时候呢，要查一下你之后想要转去的那间社区大学，他们所承认的语言学校有哪一些，然后再去申请。在这边呢，我还有一点要请大家注意一下。就是呢，在这个时候呢，你要申请的是语言学校的 I-20，而不是你要去的社区大学的 I-20 哦。也就是说，你要去申请这间语言学校，然后这间语言学校呢，他们才会发他们的 I-20 给你。申请语言学校的方法呢，跟申请社区大学的方法其实是一样的，在这边我就不多说了。你一样就是像我刚刚说的，上网搜寻你想要去的那间语言学校，他们就会告诉你怎么申请了。我举个例子好了。这个呢是我之前读的社区大学里面的语言学校 City College of San Francisco。我这间学校呢，它其实就是一间社区大学，然后呢里面有附设语言学校。在美国呢，不是每一间学校都是有附设语言学校的，像是 Foothill College 就没有嘛。其实因为 City College of San Francisco 它本来就是一间正式的社区大学，我其实呢可以在那边读完它的语言课程之后呢，直接升上去上它的正式课程。我在语言学校有很多朋友呢，他们其实就是这样子的。但是呢，我因为不是很喜欢旧金山那种很挤的大城市，而且我太想要去 Foothill College 了，所以呢，我托福考过之后呢，我就转学了。好，那我们现在来看一下 City College of San Francisco 的申请要求。大家看，这个就是他们正式申请社区大学正式入学的要求，是不是跟 Foothill College 的差不多啊？哇！他们的申请费还比较便宜一点呢 ，Foothill College 要75块，他们只要50块哎。好了，那我就不细看了，大家自己慢慢看吧。好，那我要大家看的呢是这个 Applying for Conditional Admission Program。它这个就是说呢，想要正式申请正式社区大学入学的人，但是他们没有语言成绩啊，或者是语言成绩没有达到标准的人，他们可以通过完成这个课程呢，来免去他们的语言成绩。那它的申请方法呢，也跟上面的差不多啦，大家就自己慢慢看。那它下面这个 Applying for Intensive English Program 的呢，是给那些只是想要单纯去读语言学校，而没有想要正式继续升学到正式社区大学的人申请的。所以想要读正式社区大学的同学们要看清楚，不要申请错哦。那在下面的这个呢，就是给只是想要去美国体验美国课程，而没有想要拿到任何文凭的人申请的。那申请的方法都在这里，大家都可以自己去查询一下。好，那大家做完我上面说的这么一大堆东西之后呢，你就等学校寄 I-20 来给你就好了。然后等你收到 I-20 之后呢，你就可以申请排队去美国大使馆签学生签证了。一般呢，只要家世清白、不可疑的人呢，都不会被拒签的，除非你运气超差，那就不是我能帮你的了。好了，说了这么多，申请是不是很简单啊？你请代办的话，他们还不是一样要找你要这些资料？他们也只是把你给他们的这些资料，把他们填上这些申请表，然后帮你寄出去给学校而已。
好，我想我上面说的这些东西最难的部分应该就是考语言了吧。好，那今天就到这里。如果你喜欢这个影片的话呢，可以帮我按一个赞，然后帮我分享出去给有需要的人。还没有订阅我的朋友们呢，也不要忘记订阅一下哦。另外呢 ，Lisa 也有 Facebook 粉丝团跟 Instagram， 我会在里面呢更新一些频道信息啊，还有Lisa 的一些日常生活。有兴趣的朋友们呢，可以 follow 一下哦。另外呢，也欢迎大家到 Facebook 来跟我聊天，也可以问我一些问题哦。那这两边呢是 Lisa 其他的影片，有兴趣的朋友们呢，也可以点进去看看哦。好，那我们就下次见啦，拜拜。